今日軒仔帶大家探一探中山目前號稱係4代集專家嘅陰陽御神。呢度係中山首座酒店式設計大堂，車可以直接停到大堂門口，完全唔需要日曬雨淋，就好似入住5星級酒店一樣，儀式感直接拉滿，一個字專。睇返樓盤嘅休閒配套，主打一個泛會所理念，御神整咗有10個唔同主題嘅休閒會所，包含有健身房、恆溫泳池、私宴會所、雅聚會所、孩童遊樂會所等。大家平時見嘅會所都集中喺一個地方，高峰期人又多又逼。御神嘅分散式會所設計，將唔同主題嘅會所分散喺小區各區域，唔同人群相互不干擾，更加適合於車宅嘅定位。御神奢華定位仲體現喺容積率上，1.99嘅容積率喺中山高層社區真係好稀缺。樓間距最闊超過100米，每層只有2戶。呢度就係我哋電梯出嚟嘅入戶空中花園，單單呢個面積就已經35個平方，而且係全贈送嘅空間。入戶花園過嚟呢度就係子母門交付嘅空間，入到嚟我哋呢個空間就係叫 LDKG 一體化，廚房同餐廳、客廳加埋露台係喺一個獨立嘅空間。咁呢個位置呢，你哋可以理解為提前將呢個露台封咗，就做咗一個超大嘅落地窗位置。呢一間呢，大家可以理解為係一間長輩房，就係長者住嘅。咁係有一排衣帽間，加埋有一個套廁。呢一間係套房，咁就係動靜分區嘅。呢間房就喺廳嘅另外一邊。咁依家嚟睇一下廚房呢邊咧，就做咗一啲烤箱啦，跟住呢度就做咗一個隱藏式嘅冰箱嘅，呢邊都係有一排櫃。咁呢個廚房咧係顯得稍微細咗啲，大家後期如果改動咧，可以喺出邊加一個西廚，加一個灶台。咁過到嚟呢邊咧係有一個生活露台嘅。咁基本洗衣機、熱水爐，包括埋晾衫都係喺呢個位置就可以解決晒。帶你去睇真正令你尖叫嘅地方，主人房53平方嘅主人房，獨立嘅衣帽間配專屬嘅空中花園，全部都係標準配置。中山首座酒店式4代住宅，石岐總部核心地段，獨梯獨戶，145%嘅超高實用率。10個分散式會所，呢種配置喺中山真係好難揾到第二間。想要更多關於樓盤嘅資料，評論區扣666發啲資料俾你。